石岐奇港片區單價1萬蚊起，現樓大裝修。Hello， 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怡景致頻道嘅 Kelly。今集咧就同大家介紹翻石岐區域嘅晉龍盛景嘅項目。晉龍盛景嘅話咧係喺石岐奇港片區嘅位置嘅。咁佢嘅項目嘅話咧，一共係有9棟嘅住宅，總戶數681伙嘅單位。咁而家目前賣緊嘅話咧，就係7棟同埋8棟嘅產品嘅。先講翻7棟嘅總層高嘅話咧係28層高，2梯3伙嘅單位。咁其中嘅面積嚟講嘅話咧，01係120方嘅，02係110方，03單位係130方，單價喺1萬蚊起步嘅。咁另外嘅話咧，8棟同7棟嘅積售嚟講係差唔多嘅，只不過係03嘅戶型咧係118方嘅，其餘嘅2伙咧都係110同埋120方，單價同樣都係喺1萬蚊起嘅。咁現時上車呢個項目嘅話咧，亦都可以做到5萬蚊嘅首期。咁另外嘅話咧，亦都可以贈送翻3年嘅物管費以及全屋嘅家私家電做到拎包入住嘅。所以之前佢呢一邊嘅價錢高之餘，仲要係清水樓，但係而家咧係帶埋裝修交付嘅。咁喺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，步行大約2分鐘嘅時間就嚟到咗呢一個菜丁嘅市場啦。咁入邊嘅基本上嘅新鮮嘅蔬果啦、肉類啦，都係已經有嘅，以及嘅話咧健身嘅一啲場所啦，都係喺呢一個位置嘅。咁同埋嘅話咧，佢呢一度去翻山姆會員店，都係非常之近，10分鐘嘅車程時間。喺呢度過到去中旅彩虹嘅商業街、彩虹里1+1以及天悦城嘅話咧，大約亦都係5分鐘車程嘅時間，以及嘅話咧過翻去大順嘅新都會啦，其實亦都係5分鐘左右嘅時間嘅，相對亦都係比較方便㗎。咁另外呢一邊嘅交通嚟講嘅話咧，佢距離翻中山北站，亦都係大約10分鐘嘅車程時間，可以喺中山北站嗰邊乘坐呢個鐵路去翻廣州南站，轉翻香港嘅西九龍嘅。咁到2028年通咗車之後啦，咁亦都可以去翻深圳嘅西麗站，因為而家嘅話咧，亦都喺度升級緊深茂鐵路嘅。另外嘅話咧，直通巴士喺呢個位置大約5分鐘嘅車程時間，可以去翻彩虹里1+1嗰邊乘坐呢一個中港直通巴士，以及係中旅彩虹嗰邊乘坐直通巴士嘅。所以站點咧係非常之多選擇嘅。仲有嘅話咧，就係去翻呢一個國際酒店啦、交通大廈啦，都係好近。呢邊嘅休閒配套嘅話咧，同樣係享受翻呢一個西區呢一邊嘅中旅彩虹對面嘅彩虹濕地公園，亦都係好近。同埋嘅話咧，佢嘅醫療配套啦喺呢邊亦都有中山中醫院，喺3甲醫院嚟嘅，過到去都好近嘅。基本上嘅衣食住行購嘅體驗啦，喺呢個位置咧，都可以步行去到嘅，而且中意食美食嘅情況下啦，嗰邊仲會有美食街區嘅，所以非常之多嘅種類嘅店鋪可以選擇。無論你想食粵菜啦、湖南菜啦、湘菜啦、上海菜啦，所有嘅菜式喺呢個位置都可以去品嚐到嘅。而家目前嘅單價咧就係1萬蚊起嘅，同埋佢而家嘅贈送嘅優惠咧，其實力度都比較強，做到拎包入住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咧，隨時喺右上角聯絡翻 Kelly， 跟隨我哋嘅鏡頭去睇翻佢嘅戶型間隔同埋佢景觀到底係點樣嘅，即時去片。各位觀眾朋友，而家咧就上到嚟晉龍盛景嘅7棟嘅實體樓，而家所在嘅樓層喺19樓嘅，總層高28層高啊嘛，有3伙單位嘅分佈。其中110、120同埋130嘅2部 lift 3伙單位啊。你可以見翻呢邊嘅話咧，都有窗台嘅位置，呢個採光窗咧都可以打開通風嘅。為大家介紹嘅話咧，就係呢一套120方嘅單位。呢一套單位嘅話咧係屬於01戶型嘅。可以見翻嘅話咧，門係子母門，以及嘅話咧密碼鎖係交付噶啦。之前嘅話咧喺呢個屋苑咧賣緊咧係清水樓嚟嘅，但係而家個價錢降咗落嚟之後咧，仲要包埋咗佢嘅裝修。再嚟睇翻佢嘅廚房，廚房嘅話咧係兩邊嘅設計嘅。呢邊嘅話咧就係星盤魚露花梳門嘅雪櫃位置，可以見翻。同埋嘅話咧對翻出去咧，亦都會有個生活露台嘅。呢度正常可以做晾衣區域，以及嘅話咧正常去做翻露台嗰個櫃。呢度嘅景觀咧就冇太多嘅景觀可以去觀賞到，但係咧如果話喺主露台嗰邊嘅話咧，個景觀都係唔錯嘅啊。
嚟睇翻嘅話咧，一入嚟呢度會有個玄關嘅位置嘅，咁你可以喺呢邊去做個屏風去間開亦都得，或者係做翻餐邊櫃。然之後咧呢邊嘅話咧係飯廳嘅位置，南北對流嘅設計。如果話兩邊嘅窗同推拉門打開嘅話咧係非常之通風嘅。咁啊呢邊嘅景觀啦，可以睇下，咁其實可以望翻田園嘅風光。咁啊，其實景觀咧都係非常之開揚啦。咁如果話你要揀呢一套單位都 OK 嘅，就算高少少嘅樓層，亦都有低啲嘅樓層都有嘅。咁啊，同埋嘅話咧，呢度係佢嘅客廳，4米嘅開間 sofa 嘅位置啊。咁啊，電視背景牆你到時候自己再去整翻就 OK 啦。咁啊，趟門一出到嚟嘅話咧，呢個露台睇翻佢嘅長度先。有6.9米嘅一個長度嚟嘅，然之後嘅話咧，望翻呢邊嘅景觀，咁啊其實嘅話咧，低少少嘅樓層啦，望翻園林都好舒適噶啦，咁啊嗰邊嘅話咧，亦都可以望翻城市嘅一啲景觀嚟嘅嚇，咁啊睇翻大家嘅一個選擇，然之後嘅話咧，同大家嚟睇翻佢呢邊係3間房間嘅分佈，咁其中嘅話咧，洗手間嘅位置。咁啊，所有嘢已經包含埋啦。呢邊嘅話咧，亦都有一間房間。呢間房間嘅話咧，望翻過去嘅話係佢嘅一個田園風光嘅景觀。然後嘅話咧，呢邊嘅房間咧係連接咗出邊嘅露台，東南朝向嘅，係啦。咁啊，同埋嘅話咧，佢嘅套間嘅透廁喺呢個位置，唔算好大，佢嘅洗手間呢邊但係咧。佢嘅房間嘅空間咧係夠大嘅，咁啊兩邊正常去做翻佢嘅衣櫃就 OK 啦。6尺嘅大床，3面落床之餘，仲有270度嘅採光窗啊。咁啊呢邊嘅景觀嘅話咧，可以正正望翻園林嘅，咁啊都好舒適。樓間距嚟講都有60至到80米左右嘅樓間距，而且佢呢邊嘅話咧入住率都係比較高嘅。咁啊呢一套單位嘅話咧。120方個總價銀碼嘅話咧，係124萬就可以上車嘅。然之後咧，而家亦都係就緊低首付5萬蚊嘅首付就可以上車到，而且嘅話咧，亦都贈送翻3年嘅物管費以及全屋嘅家私家電就到拎包入住，現樓即買即收樓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，再去同大家睇另一套單位。繼續為大家介紹嘅話咧，係晉龍盛景嘅02單位嘅110方嘅，咁同我哋剛才去介紹嘅120方嘅單位嘅戶型間隔咧，幾乎就係一樣噶啦。咁啊大細嘅問題，咁然之後咧呢邊嘅話咧，亦都係子母門同埋密碼鎖係交付啦，同樣都係現樓大裝修嘅。呢邊嘅話咧就會有個入戶玄關嘅一個位置啦，咁你可以作為係多功能區域，或者喺度做翻餐邊櫃，亦都係冇問題嘅。嚟睇翻佢嘅廚房嘅話咧，亦都係兩邊嘅設計。然之後，雙門嘅雪櫃位置，呢邊星盤下面嘅間隔咧，亦都可以去裝翻淨水器嘅，可以見翻。咁啊，如果話大裝修咧，呢啲所有嘢已經係交付噶啦。咁啊，同埋呢一啲嘅櫃啦，全部係已經就好晒。然之後咧，呢邊有一個生活露台，呢邊嘅生活露台嘅話咧，正常可以作為晾衣功能區域，水龍頭插蘇呢啲都已經係預留好咗噶啦。咁啊，再去睇翻嘅話咧，就係佢飯廳嗰邊先。飯廳呢邊嘅話咧，見翻可以擺到圓台嘅，咁啊呢邊個位置嘅話咧，你可以見翻有條梁，咁啊其實嘅話咧，你可以間開去做翻餐邊櫃，或者係呢邊個位置可以作為多功能區域，望翻出邊嘅景觀。呢邊嘅話咧係西北朝向嘅，咁啊景觀咧係好開揚噶啦，可以望翻呢一邊嘅華僑城啦、奇遇時光樂園啦，咁啊都可以見翻嘅。而且嘅話咧，田園風光嘅景觀，南北對流嘅設計，咁啊。呢度係佢嘅客廳，客廳嘅開間嘅話咧係3.8米嘅開間嘅，咁啊對翻出嚟呢邊嘅露台啦，主露台佢嘅朝向嘅話咧係東南朝向，然之後嘅話咧露台嘅長度咧係有6.6米嘅，然之後咧呢邊嘅話咧亦都係望翻園林嘅，係啦，咁啊可以見翻佢嘅入住率啦，整體咁啊之前咧前面賣緊嗰啲樓咧係清水樓嚟嘅，咁而家目前。佢而家一手樓嘅價錢同二手樓嘅價錢基本上就係接近嘅，係啦咁啊，而且而家全部係帶埋裝修，現樓亦都係即買即收樓。咁啊，同埋嘅話咧，呢邊係佢洗手間嘅位置，採光窗喺嗰度，所有嘢已經包含埋噶啦。呢邊嘅話咧，亦都有一間房間，呢間房間嘅話咧係可以望翻田園風光嘅景觀。呢邊嘅話咧，亦都有一間房間，咁啊呢間房間正常擺咗5尺嘅床，對翻出去嘅話咧，亦都係露台嚟嘅。呢度係套間嘅，套間嘅話咧，佢有窗台嘅位置啦，同埋嘅話咧，而家高樓層佢啊只能係樓望樓嘅，咁同埋呢邊嘅話咧，正常可以擺到6尺嘅床。
洗手間嘅位置喺呢個位置嘅，企入嚟感受下。咁啊，花灑水龍頭呢啲大裝修都已經有啦，兩邊嘅衣櫃嘅位置。呢一套單位嘅話咧，110方，總價 total 係去到110萬就可以上車到嘅。咁單價嘅話咧就1萬蚊起一方嘅一個單價啦。咁唔同嘅戶型啦、樓層啦個單價同埋佢嘅總價都會差少少嘅。咁啊〜呢一邊亦都可以就翻低首期5萬蚊嘅首期就可以上車。咁另外嘅話咧就係可以贈送翻3年嘅物管費，以及嘅話咧全屋嘅家私家電就到拎包入住，現樓即買即收樓。有興趣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，再去同大家睇下佢嘅原諗。睇咗7棟嘅實體樓嘅120方同埋110方嘅呢兩個單位，唔知鏡頭前嘅觀眾又中意邊一個單位比較多呢？咁啊，呢個位置嚟講嘅話咧，係屬於石岐嘅位置嚟嘅。咁現時嘅一個單價嘅話咧，就係1萬蚊起，帶埋裝修即買即收樓嘅。咁啊，大家唔在乎學區嘅情況下，我建議亦都可以過嚟去睇一睇嘅，因為項目嘅品質亦都 OK 嘅。除咗話戶型唔係咁實用之餘啦，但係佢周邊嘅配套亦都係十分之豐富嘅，因為喺門口步行幾分鐘嘅時間就可以去到菜丁市場嘅，所以街市咧個氛圍咧亦都係喺周邊，以及嘅話咧濕地公園、中醫院都係喺呢一個附近嘅。咁現時嚟講嘅話咧，總價銀碼百零萬就可以上車到嘅單位，而且包埋咗佢嘅裝修。咁呢邊嘅物業費嘅話咧係2蚊8一方嘅物業費現樓。如果大家有興趣，隨時右上角聯絡翻 Kelly。咁今一集嘅內容咧就同大家介紹到呢一度，祝大家有美好嘅一日，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